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加10个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其中有9例是对境外入来的，有1例是本土病例。目前咱台湾确定病例有373例，昨新的本土病例是一个4岁囡仔，这个囡仔即马读的公立的幼稚园嘛已经停课2礼拜。 国内阁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包括9例境外移入甲1例本土，总计全台有373人确诊，有5人死亡。新增本土个案是一名4岁查甫囡仔，伊是顶日确诊个案343甲356阿公阿嬷带做回孙。目前这件家庭群聚已经有3人得病，拢总者也175名的接触者。这个查甫囡仔读的北市某公立小学附属幼儿园，自即日起停课2礼拜，清洁消毒。 幼儿园总共有38人采居家隔离，那这边包括他老师有6位，厨工共有3人，同班同学29人啊。那另外一般的接触者有83人啊，是采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新增9例境外移入，有3人是坐飞机属于团体感染。指挥中心公布，这班机是 CA-011，3月30日美国纽约飞汤园东市机场，包括按364，伊入境时脉主动申报身体有症状，也毋过采检是阴性。伫厝检疫期间，因为机顶其他的旅客确诊，该列回伫厝隔离对象，因为继续身体无爽快，在厝就医采检才确诊。按3707，伊是家人，2个人伫美国读册甲工作。 返来台湾的时阵，甲按364坐工班机，2个人伫4月初发病，就医采检确诊。目前这班机有9个人感染。大家也研判说，这些案例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分别感染中。那当然，因为是多发性的，也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带病者，所以我们把全机人都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此外，有国外研究发现，病人发病后前5天，传染力达到上高峰。对此，指挥中心证实，目前台湾临床经验是符合的。个案发病时病毒量真悬，大约1礼拜才会慢慢的下降。 开始的时候病毒量确实是最高的，那然后大概在前面1个礼拜内，那都是属于病毒量比较偏高的一个状况。之后，然后慢慢就病毒量就会下降。另外，无症状感染者敢是也有同款的模式甲情况。刘长顺表示，因为无症状，无法度知影患者是什么时阵发病有病毒，即个讲确诊的时阵病毒量拢真悬，所以认定无症状者也是有传染力。记者综合报道。 清明连假真济景点人是吵。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伫连续假期有去过11大有发布国家级警示的所在，遮民众拢爱自主健康管理，爱管理14天。爱食头路的人就尽量踮伫厝内上班。即马嘛已经有真济大企业要求讲，若总有去过遮个所在，就毋免入去办公室，伫厝内上班就好。 员工就去公司大门，爱先通过这项仪器量体温。清明连假结束了后，第1个上班日，国泰金控真认真规定，卡数员工连假去过11个被警示的旅游热区，初6礼拜1到17下礼拜5，都爱到厝内底工作。 那昨天就非常迅速的，我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透过 LINE 的方式，就是去做过各个部门的调查。连假回来就是可能怕会有防疫的破口，所以公司也是算蛮紧急的，就跟同事说必须要全程戴口罩上下班。国泰富邦、新光金控甲南产人寿者金融企业员工是提早准备，为初5礼拜2休假期间就要求连假期警示节点的员工居家办公。国泰统计有1200人，富邦有1700人免入去公司。另一方面，台南贵族合并医礼拜2也临时决定对你做。 在人潮很多聚集的地方呢，很可能会有来自南北的这些人潮呢，那所以增加这个疫情的散播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医院呢在昨天收假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那所以只要是去到这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的员工了都会在家自主管理12天。 民间企业病院对连假了后的疫情后续拢真紧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早起10点先开一场记者会，宣告民众卡数，捌去政府发布细胞简讯的11个热门景点，包含嘉义阿里山、花莲东大门夜市、台南关仔岭、虎头埤、高雄旗山老街、垦丁甲其他人较侪所在。请自主健康管理14天，而且尽可能伫厝内底上班。有旅游史的时候，
好，那你如果有症状，那就不要上班，也不要上学。政策宣布前后，鸿海、宏达电、华硕、统一集团、东森集团等有名企业也拢陆续通知，有去过11个热点旅游的员工爱居家办公。不过，伫厝内底上班的执行成效也考验企业人力调度，甲远端作业的前置功课是毋是有充足？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美国的疫情也在传，目前美国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6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1万人。上界严重的纽约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3万例。州长古默下令要求延长在家令1个月。另外，英国的首相强森昨昏去大医院，而且伊的病情变严重，已经送加护病房。英国首相强森病情恶化，人已经转到加护病房。I can tell you the PM had a comfortable night in hospital and he's in good spirits. He's still in hospital under observation. He's being given regular updates on developments and he continues to lead the government. 虽然外交大臣拉布强调强森意识清楚，嘛表示强森要求拉布必要的时代理伊的一步，莫互政府的防疫计划停落来。不过英国各大媒体拢报道首相的病况变歹，英镑嘛搬。英国疫情无变好的趋势，目前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5300多人死亡。英国政府讲，4月初开始感染人数一直增加，无得确定疫情是毋是到高峰。不过政府会互单的人稳定下降。若伫德国感染人数已经破10万，不过死亡人数较无2000，疫情相对稳定。不过德国政府伫禁止非欧盟旅客入境了后，阁有新的限制。德国初10开始，所有入境的人拢要强制隔离14天。总理梅克初6嘛讲，新冠病毒是欧盟成立以来拄到的上大危机。德国已经准备好要帮助其他的欧盟国家。若意大利一天增加3600例，是20天以来上少的，累计132000多例。不过一天的死亡人数增加636人，比前一天加100多人，总死亡人数16000多人，是全球上多。西班牙一天增加4000多例，嘛比前一天多，累计135000多例，13000多人死亡。不过政府认为疫情开始变好，增加幅度为3月16日的22%，降到3%。官员强调，防疫还是袂当放轻松。不过已经讨论检照包括居家人在内的防疫手段。从严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35万，死亡人数破1万，纽州都超过13万人感染，4700多人死亡。不过州长古默指出，纽约感染率降低，大医甲重症患者嘛减少，显示社交距离有效，要延长居家人1个月。We have to continue the social distancing. Schools and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will stay closed until April 29th. 古默佮提悬罚款，违反社交距离罚金对500美金提悬到1000美金，就是差不多3万块的新台票。伊强调，纽州可能伫个瓦郡疫情高峰，不过就算已经到疫情高峰，对医疗体系也是真大压力。不过纽约疫情出现稳定现象，互投资人有信心。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初6起，道琼指数起1627点，收跌22679点，创下3月13以来的新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34万例，死亡人数超过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1000多例，咱台湾昨昏是加10例，目前咱台湾有373例，香港有914例，日本有4000多例，南韩已经超过1万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介侪国家，已经超过36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1万人。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32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36000例，德国是超过10万例，法国嘛有超过98000例，英国有52000多例，伊拢是超过6万例。日本的疫情即摆嘛是愈来愈严重，尤其是东京，目前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0例，而且还有真侪感染源不明的病例发生。日本的首相安倍昨昏是宣布讲，包括东京、大阪在内，拢总有7个所在要进入紧急状态1个月，也毋过未限制市民出去买生活用品。车路顶差不多拢无车，印度对3月25开始实施21天的全国封锁。13亿人袂当出关，有一寡庄仔头阁有路障，防止民众出入。印度总理莫迪初6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伊甲内阁部长甲所有国会议员对4月初开始的未来1年减薪3成。स्वयं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मंत्रिमंडल के सारे मंत्री और सभी सांसद
इन सब ने अपने वेतन का ही 30% एक साल न लेने का फैसला एक सामाजिक उत्तरदायित्व जो है देश के प्रति हमारा जो कर्तव्य है उसकी भावना को到7:30为止，印度累计确诊4178例，有136个人死亡。全国封锁21天到期了后，是不是继续封锁？有会部长会后无讲答案，讲政府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宣布。这个空间无大房间，住90个外劳。新加坡传出外劳确诊，新加坡甲3间外劳的宿舍来做隔离区，拢总换2万个外劳，要执行14天的隔离命令。按澳洲一只南极人很船莫提莫号，船顶有超过200个乘客，传出有超过80人感染武汉肺炎。目前游轮伫乌拉圭外海，乌拉圭卫生部表示，6个有生命危险的乘客已经落船，伫乌拉圭首都蒙地维欧接受治疗。不过其他乘客甲船员佮掉伫船顶。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清明连假真侪风景区人拢吵，烦恼疫情的压悬，真侪家长已经替囡仔请假。桃园市昨昏有4000多个囡仔请假，那台北市嘛有800多个。即马是传出来讲北部有一个5岁囡仔，伊的连假甲出来的人去东部佚佗，了后即马伊会发烧啊，而且会喘，照电光片发现有肺炎，已经通报嘛，已经做体检。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有研究中心对一个医好的 SARS 病人体内分离出抗体，要来了解武汉肺炎病毒的弱点。对未来开发药物、开发疫苗拢真有帮助，对预防未来更较新的冠状病毒嘛真有帮助。来看中国时报，清明连假真侪人出门去佚佗，有人就发现讲一寡未食的小食单，这业者在煮食的时拢无挂喙罨。卫福部就表示讲，未来会甲夜市啊、传统市场拢加入强制挂喙罨的范围。清明连假真侪风景区人吵，烦恼疫情的压悬。指挥中心就拍算讲，5·1劳动节的连假会针对一寡观光景点、夜市啊做观光人数的管制。要过夜市啊要安怎管控人数，业者是认为讲恐惊保险而简单。摊商无闲，暗时要营业的用区准备好，逢甲夜市的摊贩下到陆续来遮。也毋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针对所落来5·1连假，对夜市甲知名观光景点拍算规划第一出入口，并且对人流进行管制。有摊商认为，恐惊对夜市佫是一大冲击。现在就已经很没有人潮了，如果再进行总量管制的话，那本身这边人潮就已经没有再聚集了。这是为了公众大家的好处啊，不是说我们想要赚钱，然后就不管疫情，不能这样，大家要有共体时间的观念啊。也有摊商认为，防疫第一，大家共同来做。交通部长林佳龙对这款政策也表示赞成，伊希望民众会当自律，出门透一粒气，也唔通去人客人的所在。那如果大家没有自律，那去使得疫情有这个传播。那当然就要可能要禁足，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在法律跟自律之间，那我们期待台湾人有那样的一个公民的水准。逢甲观光夜市主题会表示，因为疫情影响，摊商的生意已经存无到2成。不过，若讲政府正式要求夜市一定需要遵守，不过也希望政府官员会当加了解定上拄到的真实状况，临时坐伫办公室来决定政策。我自己管辖的范围里面就10几个出入口了，那这部分你要去怎么做一个管制，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每一个夜市管委会，我相信跟我们都差不多啦，人力并不是那么的充足，所以怎么样有这些人力去做这些事情？除了人力问题，逢甲观光夜市主题会也烦恼拄到民众不满，因为夜市的管理员并不是警察，无强制力。若讲拄到民众无愿意配合，甚至发生冲突，也唔知影要如何处理。希望政府会当做好相关配套。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天气，昨到今日透早，乡亲应该拢有感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这波雨是会落到今仔日的中昼。咱来看分图，中昼了后呢，雨就会较点啊。除了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山区会继续落雨之外，其他的所在拢会转做多云的天气。也毋过明仔载，伫咧北部、东半部也是落阵雨，中南部甲外岛是多云甲好天。
温度方面，因为云较高，落雨加上东北季风，所以北部、东北部拢湿湿凉凉。只是高温无超过23度，其他的所在呢，高温有25度到28度，暗过早暗低温大约是15度到19度，也是较凉冷的天气。所以乡亲若是有要出门，嘛是爱炸雨伞、雨伞，而且爱炸外套。嘉义溪口饲鹿仔的业者发觉讲，种互鹿仔食一款牧草、龙尾草，互秋兴滚塘食去，通报互农委会。若这款牧草，即嘛正做咱台湾第6种受秋兴滚塘虫害的农作物。牧草的叶啊，拢叫秋兴滚塘加过。嘉义县溪口乡种牧草的畜牧业者发现，拄种无偌久的牧草有秋兴滚塘，连面通报县政府，成为秋兴滚塘公告的第6种受影响的作物。对，它刚种下去大概不到1个月左右。不到1个月。所以说之前种的呢？之前种的在那一区应该是没有了。牧草，被秋行菌虫危害啊，在台湾算是首例啦。我们这边就赶快立即去通报。嘉义县农业处表示，这种草主要是畜牧用室的食用牧草，全县种植面积大约有85公顷，嘛好用农民加强生产甲防治的作业。那就嘉义来说，目前我们食用玉米的生产面积大概有530几公顷，那狼尾草的面积大概有85公顷，那薏苡大概是有2.5公顷，那这些都是可能被危害的。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农民去做巡田跟积极的防治。农民表示，这片土地进前种过番麦，当时嘛受到秋兴滚塘的影响，想袂到种植了后，即马改种牧草，阁受到影响。因为目前当你采收落容，毋是用药的时机，会继续观察虫害的发展来进行处理。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疫情，即马无法度收煞。欧美一寡国家自本拢是无爱挂喙罨的，毋过即马嘛开始转变。美国已经建议民众出门爱挂喙罨，若法国甲奥地利嘛考虑讲要求民众出门就爱挂喙罨。毋过世界卫生组织即马是认为讲，若准人拢挂喙罨，安尼喙罨会搁较欠，会害医护人员无通用。疫情拖到全球，真侪原本无管是挂喙罨的西方国家态度嘛转变，喙罨的数据量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伊了解有一寡国家伫考虑强制遐建议一般民众挂喙罨，毋过伫全球喙罨无够的状况之下，可能互第一线医护人员无医用喙罨会当使用。We're concerned that the mass use of medical masks by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ould exacerbate the shortage of these specialized masks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most. In some places, these shortages are putting health workers in real danger. 法国初六增加5171个人确诊，833个人死亡，创下国内一天死亡人数新高。累计全国有98010个人确诊，8911个人死亡。原本认为喙罨无效的法国政府，即马态度是改变，考虑未来今年解除时阵，要求民众出门拢爱挂喙罨。Ce n'est pas terminé, loin de là. Nous ne sommes pas au bout de l'ascension épidémique. Le chemin reste long et rien n'est fini. 奥地利目前差不多有12000个人确诊，不过这几天增加病例数量已经下降。总理库尔茨表示，政府考虑对下礼拜开始，豆将相关的封城措施放较严的。不过民众原本敢锁伫超商内底挂喙罨，即马扩大到所谓大众运输工具。暂时将要开放营业的店家，嘛拢需要强制挂喙罨才能入去。Unser Ziel ist, dass mit 14.04., also mit Dienstag nach Ostern, kleine Geschäfte bis 400 Quadratmeter sowie Bau- und Gartenmärkte wieder öffnen dürfen. Selbstverständlich unter sehr strengen Sicherheitsvorgaben. 小店家重新开业，5月初1，这是要让所有大型商店甲购物商场重新开放，包括旅馆、餐厅和服务业，卖对5月中了后分阶段开放营业。不过，库尔茨强调，公共聚会爱到6月底才解禁，呼吁民众卖甲亲人以外的人庆祝复活节。记者综合报道。那欧美即马是有真侪国家，毋是封城，就是提出旅游禁令，也毋过关伤久是真恶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拢有人趁好天出门去晒日头，嘛无得准问社交距离这件代志，互因的官员是真操烦。
拄过去的这个拜六，巴黎气温回升到16度以上，当时出日头。过去10几天真冷的塞纳河边，也有商店街等所在，佫出现一寡人。为现象会当看到不少民众会当广播遵守社交距离的规范，也佫有人手牵手踅街。看伫为疫情真伤脑筋的官员眼内，除了无奈，也是无奈。Rien ne serait pire qu'un demi-confinement. Un demi-confinement, ça veut dire que tous les efforts, tous les sacrifices que nous faisons auront été vains et que nous continuerons de propager le virus dans la région. Être confiné, rester chez soi, ça sauve sa propre vie, ça sauve la vie des autres, ça sauve la vie de ceux qu'on aime. 也毋过，自任无害民众，毋若无顾着伫厝隔离禁令4月拍走，也主张出任何代志，毋着伫政府无定身上。Je suis comme beaucoup de gens. Je pense qu'il y a eu une désinformation depuis 15 jours. 继着英伦海峡的英国人也无偌好，泰晤士河边的罗家巷甲自然车道地面上，真大字写着保持社交距离2公尺。也毋过看卖附近散步也是做运动的民众，真明显根本就无当作一回事。We did a workout inside, and it's just not the same as coming out here in the sun. So yeah, it's just good to get outside. Yeah, a bit more space. 虽然英国也有将近48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连首相强森也话着，也毋过英国的防疫措施相对甲其他欧洲国家佫较有弹性，民众会当自行认定敢会当外出，同时会当出门理由包括买物件、运动等等，大家以1点钟为限。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中国黄山这个风景区，这个景点伫清明连续假期，游客则是有影济，这咱人丁路看到拢会惊，就互人烦恼讲中国的疫情会阁压起来。虽讲中国乌北已经连续2礼拜无出现新的确定病例，啊，毋过即马是传出来讲，广东有一个本土病例是对乌北去的。即马中国的疫情敢真正有冻点啊？外界嘛是看甲不沙沙。非常多人出来佚佗，中国黄山景区看过去，目睭就拢是人，行速度就一万字言形容，2点钟也无1公里。间隔没有，都是人挨着人，特别的挤。我们3点半到5点半2个小时，你就走了不到1公里吧。为4月7日开始，黄山景区免费开放予安徽省居民。不过清明早港的连假，尤其是4月7、4甲7、5 2天，游客人数一下就到2万上限，景区赶紧停止卖票，人全部客做伙，加做防疫挑战。根据卫健委的报告，中国7、5新增加确诊病例39例，其中1例是本土病例，出现在广东。新增确诊病例39例，其中1例为广东本土病例，另外38例为境外输入病例。不过，广东省卫健委报告，这个新增本土病例出现在深圳是湖北输入。不过，湖北14天以来，除了武汉拢是零确诊。不过，武汉也在凤城，这个病例引起外界对官方零确诊数字的质疑。凤城76天的武汉测备被解封，官方媒体阁宣布武汉复工率有9成。武汉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武汉市复工复产工作快于预期，好于预期。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4月也阁开会，强调要确保疫情防控，未因为武汉解封出现逆转，将武汉肺炎拖全球。中国不少都市以凤城形容，官方定调疫情走向平稳，欧美国家拢是安尼做，不过效果有限。中国抗疫专家钟南山点出欧美失败关键，逐步严格执行。They call that the lockdown, the cities or some others. But exactly, so not down a city is not useful. You have to so I just now mentioned about so keep distancing. 伊强调，无人用组织或者是切断病毒传播，不过应用上大努力来压制拓开，呼吁民众爱避免集会，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那泰国即阵是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影响观光业。伫街仔路卖食的餐车，即马拢停几排，无游客来交关囥咧用，这是影响泰国的经济。泰国的央行嘛已经向下修正修改今年的 GDP， 预测是负的5.3%，这嘛是22年来上海。曼谷的高速公路边啊，一台一台的餐车放伫空地，亲像咧做无啥控制。但有40万游客来到泰国，体验海沙堡的风景、丰富的夜生活，甲特别的餐车文化。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拖到全球，泰国伫3月26日进入紧急状况，各级学校8月游乐场关起来，嘛禁止外国游客入境。
真挖苦观光客消费大，都变做疫情第一个受灾户。ที่พี่เห็นเนี่ยพวกนี้ก็ส่วนใหญ่ก็เขาพึ่งคนต่างชาติคนไทยส่วนน้อยที่จะเข้าไปกินจะพึ่งต่างชาติมากกว่าถ้าไม่มีต่างชาติก็พวกคนไทยก็รายได้ก็จะไม่มีอย่างที่จอดรถกันอยู่เนี่ยจอดแอ้งแม้งไว้เลยกำไรก็อยู่ประมาณ2,000 ขึ้นได้ครับแต่ทุกวันนี้มันไม่ได้แล้ว泰国政府针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逐个月发放现金5000泰币，差不多新台币4600块的补助，尚无3个月，目前是已经有超过2100万人申请。รถเข็นก็คือคึกคักมากครับพอมีโรคปุ๊บก็คือตอนนี้แทบจะไม่มี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หรืออะไรแทบจะไม่มีเลยครับว่าจะไม่มีเลยก็ว่าได้世界银行4月初警告，泰国旅企业甲零售业，特别因为这摆疫情变较有困难。泰国中央银行嘛将今年 GDP 预测降到减5.3%，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新低。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韩第2月底爆发成天地9月严重的群聚感染，也毋过因为在调伫1个月内就甲疫情压落来，这是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外国媒体是报道讲，南韩有法度控制疫情，上界主要的原因是因全民大量体检，第一时间就抓出感染源。南韩目前成功缓解2月底伫大区爆发的新天地9岁群聚感染危机，伫短短1个月内甲疫情控制。毋但是上严重的大区无封城，国境嘛无封闭，互各国真好奇因是安怎控制的。Initially, to take very direct and very rapid action based on their previous experience with other outbreaks like the MERS outbreak, to screen suspected patients, to isolate them, to trace their contacts, and then to rapidly develop a series of test kits that would allow them to make diagnos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1月底南韩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1礼拜了后，政府官员就甲医疗公司合作，大规模提早开发检疫试剂，而且就路。即马南韩逐工会当生产10万份的试剂，另外全境设立600个检疫中心，其中佫包含50外个快速体检站，目前已经体检60万人。So if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testing, for example, Korea was very quick in getting a very large volume of tests available, also making sure that the tests were targeted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 mean, any country, no matter how many tests they make, they're never going to have enough tests for everybody.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can target those tests to the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so that you can do that quarantine procedure. 为着防止隔离者是假拍拍走，南韩政府高度利用科技追踪，伫厝隔离的人全部都互要求爱抓手机2体。另外，南韩政府逐工举行防疫记者会。认为资讯公开，除了会当互民众更较信任，嘛提高防疫意识，互民众愿意合作。南韩目前无封城，但是抗疫的成效真好。南韩的经验证实，大规模的体检是控制流行病的关键，所有的追踪隔离嘛同款真重要。政府除了继续防疫的法则，挂嘴暗、远距离工作、保持社交距离等等的宣导嘛拢无停落来，因为疫情随时拢有可能会再摊开。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自旧历过年迄阵啊开始，逐工拢开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拢无休困，即阵啊伊是真辛苦。即马是传出讲，有来咱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伫网络的群组内底写讲，呛讲伊要举刀啊对付陈时中，讲出一寡恐吓的话。即马刑事局一定得追查。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有担防疫的重大责任，每天拢会亲身向民众报告上新的疫情发展。不过，确实发生疑似是中国留学生伫群组内底写着刀囥伫个陈时中颔棍顶面，想要甲陈时中刺到涂骹去磨，这恐吓的话，讲希望台湾疫情大爆发。希望投标的拢是大刀人士，亲友这言论拢互网友甲截图，并且甲伊转达伫个各大的论坛。我们警方一定会去出面来做处理，那我们会去了解实际的状况。那这个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应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受到保护。到底是什么人讲话来威胁？调查局查出是中国来台交换4例学生在WeChat社群平台散布。虽然WeChat在台湾无多调看发布信息的人，不过调查局会继续追查，是不是有台湾学生在D卡社群平台散布这个恶意的信息。网络上毋但出现恐吓言论，也有真侪谣言假假信息。
进前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伫咧咱的群组内底，答着讲台湾明仔载起实施新型冠状病毒假期2礼拜，发布不实的疫情信息，造成社会不安，互警方通知到案来说明。认为只是好玩，然后就把它传上去群组，那有感到后悔。我们将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地方法院去做裁处。防疫期间不实的消息四界拢有。台北市某大学研究所4串研究生离假时阵在 PTT 发文讲，和平病院因为 SARS 防疫的假信息。台北地检署调查了后，伊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改反起诉处分。伫桃园受民众散布假信息，想要来趁钱。一个4块的查某人为着代销酒精，离假17只是唔知影的员工伫咧团体购买群组，讲政府要开始来征收酒精的假消息，制造民众惊吓。抢买酒精，大赚灾难钱。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牵涉散布流行疫情的不实信息罪，对这名女子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政府已经规定讲，坐大众运输一定爱挂喙罨，严格台北捷运是传出有旅客无爱挂喙罨，搁硬要坐车，已经犯法。啊，若代替是有旅客上车了后，全甲喙罨摕落来，唔听列车长的口劝，搁伫遐匹配叫大细声，嘛已经互送法办。那如果你没有口罩，你没办法配合我们要直接搭车。无要听站务人员的口劝，也无要插保全人员手提挂喙罨提醒的牌仔，就冲向这运车厢。就伫咧4月初5，一名女性伫咧北捷板南线国父纪念馆站进站的时阵，无挂喙罨，还阁强行上车。当然，站务人员提出喙罨请伊挂，也只是放伫咧喙头前惊挂咧。台北捷运公司决定通报卫生单位依法处罚。捷警队取得这名旅客的资讯之后，我们会交给我们公司通报卫生单位，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开罚3000到15000元。根据北捷统计，为4月初4到初5看到了后，挂喙罨有14300人；看到了后，负责运送的有1500人。共款无配合防疫政策，还阁有这位先生，伫初5坐代替区间车，伊为瑞丰站上车了后，就一直将喙罨摕落来。到北福站的时阵，阁将喙罨摕落来，被女列车长看到，是为到伊无愿意配合，阁骂列车长，甚至动手攻击伊的胸坎仔。女列车长当场拒载。搁请警察带离开，历史列车经过将近30分钟。他是在7堵到百福间呢进行全车的验票，所以不是针对单一对象。如果车长要提告的话，台铁局也会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台铁三港认为，自从4月开始实施无挂喙罨拒载了后，人才冲突真济，希望台铁用全面发放新瀑布，对无挂喙罨的人也发布 SOP， 定出明确处理的方式。第一线台铁局人员，他其实是没有执法的这个权限，就会希望说可以让真正可以执法的人员，包括说可能见警率的上升等等的状况，可以协助我们一线还有公共运输的那个防疫安全的部分是不要有漏洞的。台铁局表示，拄到民众无挂喙罨，无愿意配合这个状况，拢有定出相关 SOP。列车长的角色是劝导，若劝导无效，会请路警协助，因为路警有公权力，应修正告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政府有提出一条，讲要用一条救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顶礼拜嘛表示讲，伫咧纾困这部分，嘛有一个亲像陈时中这款的人，对最昨开始，除了拜6礼拜，财经部会首长嘛，逐天拢要开记者会，要向民众报告纾困方案。行政院政务委员姜明兴领军，财政部会首长4月初6开始，除了礼拜6、礼拜日，直到礼拜5，也有纾困陈时中第一场要报告7000亿的融资贷款协助。原来贷款金额只能到8000万，那但是我们会放宽到1.5亿，也可以来适用这个方案以院长苏贞昌指示，较省、较紧、较方便为最高原则。伊强调，金流袂断，银行免拒收，若是被拒收，就卡1988一站式处理。目前逐天有5600通资讯电话，融资金额有36.7亿，申请着核贷100万以下7个工作日，500万是10到15天，若是旧贷案，9成只要8天。一家老字号的餐厅。过去呢，从来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所以也没有借钱的经验。那我们透过马上办中心的财务顾问的协助之下，让他
这一家餐厅很顺利的向银行借到了2000万的周转金。老字号餐厅成功贷到2000万，依然要小吃店快速携带，应继续做。财经部会用安尼证明纾困成效，不过外界共款关心纾困是毋是发现金或者是消费券？姜明显讲，只发现金不一定较好。对于就业的维持，并不是一个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资源毕竟还是有限我们还是希望。真正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对新加坡推出第3摆纾困，年末11岁国民应得到600成元，因讲是12600块的新台票。姜明显讲，尊重无共款的国情，经济部长沈荣津是以酷碰券回应，讲是疫情较平稳，对启动创造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连假结束啊！即马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要求讲，捌去过国家级警示的11个风景区的公务员爱自主管理。那台北市政府是宣布讲，对明仔初8开始，上下班的时间会当春秋，避免积极做伙。另外，即马嘛已经有真侪政府部门遵照指挥中心的建议，分散办公地点。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清明4天的连续假期了后，初6头一上班日，公务机关拢真紧张。内政部开始扩大有春秋的上下班时间，对原本的1点钟调整为2点钟。将弹性上班的时间从7点半到9点半。异地办公的部分，包括不只是计划做好，我们是连这个设备相关的设备、电话资讯系统。全部都建置完成，在运输工具上面也比较容易会聚集，所以能够弹性去错开，我觉得这是好事情。互员工上下班时间分开，也配合伫无同的所在办公，甲家人员莫伤晚的接触。交通部也规定，除了维持社交的距离，在办公室上好戴喙安。总统府也规划分组，也有伫无同所在办公。总统府每天的务前会议、早起报告也改做线顶进行。伫地方方面，新北市政府先宣布，初6开始，公务员甲民众入去市政大楼爱戴喙安。市长更加要求去过国家警示的11个景点的公务员爱自主管理。了解我们同仁在假期这4天有没有到这些旅游景点里面去旅游？如果有的话，要自主通报，要自主健康管理，也不排除请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家里来上班。今天我们人事处也定出了台北市的弹性上班方案。那因为系统要做调整，所以我们今天调整以后，我们会在礼拜3正式的上线。台北市政府也开始要来放宽有春秋的上下班时间。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初6下晡亲身视察市府员工餐厅的社交距离，伊讲公家机关爱先做，并且希望民间也配合。婚礼馆政府初6也开始伫无同所在办公。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高危险的哈。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已经预想到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传染哦。那今天正式进驻。婚礼馆政府总共有23个局处，规划14个局处伫无同的所在办公，并且设置100台电脑甲电话这设备，收发公文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清明连假，真侪风景区人是吵。疫情指挥中心针对11个风景区有发布国家级的警示，讲有去过这所在的乡亲，这14天爱注意家己身体状况。那屏东县长潘明安伫咧连假进前，伊是有伫咧网络翕影片，招大家去屏东佚佗，安尼做敢妥当敢好，引起批评，县府嘛赶紧出来赔回。来屏东佚佗是你上好的选择。县长潘明安邀请大家来屏东佚佗，无想到短3天，恒春半岛就来了8万人次游客，华人烦恼可能真侪防疫空胖。疫情指挥中心马上发布11个风景警示区，垦丁也伫名单内底，就网友甲镜头指向潘明安这支影片，因为这影片有吸引鼓励效果，才会吸引这么侪观光客来到垦丁。县长的脸书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在宣导防疫。超过1半的折数，绝大多数都在宣导防疫，反而是在讲观光啦等等这个部分，其实最少的。县府出面来澄清，讲在潘明安的买奖专业内底，防疫宣导有72个，推广观光只有20个，外界误会了。你在上班日头一天，垦丁街路上冷冷清清无啥人，你饭店业者也接到部分旅客退房的电话。就是看疫情的变化，那如果说真的影响到很明显的影响到旺季的话。就是要看中央那边
有什么样的措施？就是来玩是可以，但是就是大家还是自己保持距离。业者也是感觉真无奈。另外一边，对着中央所发布的11个警示风景区内底，台南就占了3个。台南市长也有话要讲。呼吁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做这方面的考量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清楚落实。 不应该把这个很多人数反而更多的地方把它放过，那把这个人数不很大、不很多地方却很大、很空旷的地方，把它列入旅游警示。县市首长要拼观光，嘛爱兼顾防疫，陷入两难的情形。桃园市长陈文灿提早针对下个月5、1连假，决定要采取分流的管制。在这段时间，针对夜市、商圈，还有竹围跟永安2个鱼市。 那我们一样要进行这个分流减量。武汉肺炎疫情也伫咧拖，民众拢真惊，互县市首长也唔敢放松，希望安全的度过疫情，接过来拼经济。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咱来关心中华的家护中心，因为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即马募款的金额甲应过比是减真济。花坛有一个91岁阿公，伊号做张万二，听到即个消息了后，伊是真唔甘，伊是关注伊欠长内度欠落来的10万块，望讲会当帮赞弱势囡仔。 水当当的花灯，顶头还有囡仔兄囡仔姐上喜意的佩佩猪甲 Hello Kitty。中华家护中心逐年拢会去人潮真侪的所在卖花灯。今年志刚伫咧过年时去中华甲台中真侪所在替家护基金会囡仔募款。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伫咧夜市甲大卖场拢无啥人，募款的成果并无好。今年的这个据点人潮差不多少了一半。 那正在筹银产物的当中的时候，然后又发生了我们的捐款箱，整个捐款箱又被偷走。因为对家庭困苦的囡仔放袂落心，惊因伫咧生活也有读册会拄到困难。今年91岁住伫咧中华花坛乡的张万二阿公，因为伊平常时熟悉真侪志工，也有社工，所以了解因募款的辛苦，伊就甲家己欠真侪年的西客，计将10万块捐出来。 较早去互问帮忙就对了吼，我就要想讲，需要帮忙人，是讲咱的心意就对了。协助阿公甲这一大笔的钱捐予家护中心的花坛乡派出所所长，也因为阿公的这个好意去互伊感动到，伊也代表警方捐2000块，甲资本伫咧捐资箱去互人款走的钱，补到转来帮助弱势的家庭。记者综合报道。 那中华新港是有一个饲蛤蟆的渔民，叫做詹宏明，伊是换家业饲蛤蟆，甲小弟合作，即马一家伙仔嘛因为饲蛤蟆感情搁较深。甲裤仔底的蛤蟆掠起来，缀做一人，刷落去，甲规人的蛤蟆拢吊起伫岸顶，用机器甲洗好清气，准备包装出货。这是中华新港的大盘詹宏明。 对老爸手头接落来，逐日拢得烦恼的膝头。他会觉得说做了那么久，如果放弃掉，他会觉得很可惜。詹宏明讲，当初是因为发生意外，唔甘老爸拍拼多年的心血乌有去，不得已只好提早接手处理的事业。伊的小弟詹水源就负责饲蛤蟆，不过最近因却拄到一个问题。因为即马天气无讲介好，伤热，蛤蟆即马拢足熬死的。 这几年因为才发生蛤蟆雄死去的情形，詹宏明为着稳定会员，转落南到王景分林遐收蛤蟆，所以拢是天要袂光，就爱到窟仔确认收回品质，而且伊还阁和餐厅、菜市仔的贩仔合作，针对人客的要求，做客制化的处理。帮客人分装大小啦，可能要包装啦，而且再进一步，可能你要去帮客人吐沙，还要负责配送。詹宏明拍拼拓展会员。 改变顶一年的出货模式，毋但和小弟分工合作，阁有家后到顺头看买，规家伙仔同齐做蛤蟆的生意。因为这嘛是老爸留予因上界珍贵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即马咱全台湾违反在家检疫的案件已经超过300件。台南市阁发现有一个爱居家检疫的人，真侪摆拢利用半暝半逃走出去。卫生局即马讲一定要重罚。另外4大力量是认为讲，若是有斗3工、有斗暗坎的，嘛应该拢爱罚。
台湾居家检疫的人数达到55000人，违反居家检疫的案件超过300件。台南传出一名男子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几若便伫半暝出门散步买物件，扣附近的民众检举。这名男子所向警方表示，监视器翕到的毋是伊，若要因为相关的证据无够，无法度强制来集中检疫，这让互附近的民众相当的不满。他可能除了说自己跑出去买东西以外，还到处去跑步这样子的话会把这个风险带给其他不特定的这个人这件事情卫生局绝对不会宽待他。毋那台南、台北嘛有几若件居家检疫违规案件，甚至传出有出来人来代替接关怀电话，协助暗砍出外的状况。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呼吁中央要加强管理，居家检疫的通知书应该增加人客拜访的相关规定，而且针对挑剔来协助，也是暗砍检疫隔离者违规的民众，同款爱处罚。开车载着他出去开趴、吃东西等等，其实这些都可能会成为防疫的缺口。我们也希望能够针对区域的协助或是隐匿这样子的检疫的工作的人，也能够进行强力的要求以及开罚。如果说能够有找到确实他们有出门的证据，我们就是一定会予以裁罚哈。对居家检疫者本身，应该就是不要再接见访客。那我们会再更严格的在我们的居家检疫通知书上呈现。立委呼吁中央要把居家检疫的配套做好，一方面加强处罚，另外一方面来当互出来人协助防疫的工作，来当强化防疫体系效能。记者尤伟珍、周玉水台北报道。清明连假了后，真侪学校拢有在调查学生囡仔伫连假这4天去倒位，敢有去过发布国家级警示的11个风景区。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解释讲，若是有去过而且身体无爽快，囡仔就莫去学校较好。连假了后，等到学校上课，小朋友多数拢挂嘴暗，也乖乖遵守洗手要彻底洗20秒的规定。另外，连假到底拢去倒位咧？台北市大家国小的学生全数拢无去，在一处政府发送细胞简讯，警告人真侪的观光景点。我放假，因为呢我们就不敢出去，因为呢怕肺炎会传染。外面也很长，每次都公园一堆人，没办法常常去。一堆人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惊休假了后，学校会成为防疫抗棒。大家国小前一暗7点，就透过 Google 表单调查全校师生连假的时阵的行踪。360名的学生由家长全数汇报。虽然无人去11人济的景点，不过也是行遍全台湾。为西部甲东部，为台湾头甲台湾尾，校长讲，师生配合汇报，也互防疫工作更较好掌握。不是扰民，反倒是帮忙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行踪做一个交代，反而是一个好事。如果不据实以告，到最后如果万一这个事迹败露的时候，那就更惨了。学校感谢爱学企业要求到热门景点的师生留伫厝内，唔通来学校。再去地理欢迎备询的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也是爱看身体状况来决定。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说，如果学生、老师有什么样的身体的不适状况，那这个当然就尽量他们居家就，倒不是说到过哪里就一定要。教育部国教署也发出紧急通报，要求高中以下师生登去学校了后加强消毒，严格执行师生健康监测，并且师生伫14天内一定提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警觉。若身体无爽快，一定要挂嘴暗，就医也是登去休困，并且随通报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有一间真有名的肉品加工业者普丰，按算要去花莲的寿丰乡起2个大型的饲鸡场，不过因为这间公司去年伫彰化有乌白乱倒垃圾桶的前科，地方的乡亲是烦恼讲因是歹厝边，昨昏开说明会时有去现场抗议。为着表达对普丰集团来花莲起大型饲鸡场的不满，上百位寿丰乡民揪着布条到说明会来表达抗议。尤其普丰去年才伫彰化因为倒污染的烂土，互彰化地检署起诉，不良的记录互外界是充满怀疑。我们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适合人居住的地方，适合这么多产业进入到花莲吗？在地的居民跟东华大学最担心的是你对我们这边环境造成的污染。废弃物怎么处理？水污染怎么办？你的病死机怎么处理？今天发生的禽流感，你的应变计划是什么？
花莲县政府的资料是，普丰集团即摆开发案分做2个部分，一个是3公顷的树湖村2龟场，要饲25万只鸡，即阵还未起；第二是丰平村1.4公顷的正龟场，有估要饲25000只鸡，即阵已经完成95%的相关设施，所以才伫这个时阵召开说明会，让大家实际来这里看，可以看到我们机场这种先进设备。那我们不是高污染产业，跟过去的养鸡不太一样。因为丰平村4个拢是农田行水区，树湖村也有名的淡水樱花步道加水源保护区，部分的所在也是土石流减设区。乡民烦恼，若是发生意外，也是污染，会严重影响花莲观光。各位今天陈述意见我们县政府听到了，县政府会秉持一个审慎处理的态度来处理。这2个饲鸡场即阵也未通过环保单位排放口查核，相关使用执照甲许可证也未发。官府强调会全部合法通过了后，才稳准登记设置。记者综合报道。伫加勒比海的中美洲船乌礁，除了受海水愈来愈温暖的威胁，去年嘛开始去喂着一款病，造成船乌死真济。科学家讲，这款病比船乌白化更较严重，若无赶紧找出原因来治疗，过5冬到10冬，当地生态就会放弃。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珊瑚礁是干那所澳洲大宝岛，全世界第2大的珊瑚礁群。当年吸引真侪旅客，特别是过贝里斯、瓜地马拉、甲洪都拉斯带来真侪观光收入。啊，毋过这些水丰富、真美丽珊瑚礁，去年7月份伫墨西哥附近，向发现得到一种叫珊瑚组织损失疾病。最近这1年半，珊瑚族群一直钙化，走向死亡，族群的数量减少30%以上。更较惨的是，疾病继续向南边拖400公里，影响60%以上的珊瑚种类。这种性别疾病带来冲击，已经超过过去40年加勒比海地区损失的珊瑚数量。科学家表示，石珊瑚组织损失疾病对珊瑚威胁比海水暖化造成的珊瑚白化更加严重，因为只要环境改变，赶紧恢复，珊瑚白化就有机会变好。啊，毋过是珊瑚着病，结果差不多都袂当改变。其实毋但是中美洲，美国加州的珊瑚嘛，为2014年开始着病，科学家当地找原因，希望会当防止情形恶化。科学家怀疑水质变歹，可能是重要原因，包括污水排入大海，甲大量产生的麻灰藻腐败等因素。佮有另外一个凶手是用刻薄防止日头晒的油，因为内底有妨碍珊瑚生态成分。真侪所在拢已经禁止使用。墨西哥当局搁伫这个月初，将3个珊瑚礁的区域关起来，除了考虑生态，嘛因为搁无加强保护，沿海地区观光产业就无法度继续落去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华南喷雨区向北东平甩影响，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雨，啊，毋过过昼了后雨就会较点。除了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会继续落雨之外，其他的所在拢是转做多云的天气。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是13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咱再会。